经济消息来关心的是，即马受到这中东战争的影响，亚洲的股市咧全部拢大落。也毋过今仔日是因为这油价几率有较减啊，所以台票换美金伫咧连续3天拔价了后，总算是有起，捌起到31块6。那台股的早盘是捌来到34319点，台积电上悬是1960块。中东战事变严重，台股初市加权指数大落1494.77点，创历史上第3大股一日8点。不过，初股也因为最近的油价抢悬的几率有较小价，带动台股冲。早盘上悬一时来到34319点，大起1491点。在昨天的美股走高之后，今天亚洲股市也出现强劲的反弹，特别是这1-2天跌的最重的韩国股市的止稳，也让市场的一个信心明显的恢复。国安基金昨天也出面喊话这个有一定的这种心理这个激励的一个效果。随着美股4大指数收盘起，刺激初股亚股对一片青笋笋变做红记记，如果早盘起的程度一时超过4%，韩股市搁较惊人，一时起超过11%。原来台股会安尼变盘，主要是因为科技股台积电带头咧起，台积电早盘一时来到1960块，起95块。原来记忆体族群也对直把尤其的起价，亲像南亚科、华邦电、甲旺宏，拢一时起停。盘面领涨的族群，当然就是以台积电为首，这些 AI 相关的一个供应链啦。那更重要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月来讲的话，月中会有 GTC 大会。那市场上来讲，对于 GTC 大会在 NVIDIA 会不会在这个会议提出让大家比较兴奋的消息，我想还是有所期待的。初市股票甲汇率拢真凄惨，不过初五是拢振作，新台票换美金对120到130连续3天计强落4.44角，即马总算是有回升，强要1角，一时间来到31.61块。不过中东的战事也未宣布停止，最近股票甲汇率恐惊拢会受到影响，继续震动。记者综合报道。